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咱即时三甲希律的吟诗而乐上帝，圣诗第59首，上帝主人至尊无对，请起立。请坐，咱做伙来祈祷。亲爱阿爸阿爸上帝，阮众人今早起聚集伫你的殿院来敬拜阿乐你，恳求圣神临在伫阮的会中，互阮每一个人的心神甲圣神相拄，开启阮每一个人的眼界，不但看出你话语中的奥秘。佮较诚做一个意爱耶和华的律法，每日三思望阮的百姓，互阮诚做一个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座位，照实结果子，所行所做一正行通的人。主啊，你知影阮的软弱甲无顺全，阮的所行所做。只有是得罪你那定，阮伫无意中犯允捌的罪，恳求你搁一摆除去阮的罪愆，阮诚做一个手清气、心清洁、心内无有奸巧诡诈的人。主啊，阮虽然是不义的人，搁住伫不义的人的会中，恳求你暗面无看阮的罪。撤销阮一切罪恶，主啊，阮每4年一遍，拢得面对影响台湾前路的选举，愿阮众人是用听来做正确的判断甲选择。求你用油抹阮，互阮有祭司的权柄甲地位来宣告讲，阮要亲像主耶稣伫犹太人的会堂中所讲的。我要传福音，互丧乡的人，互受掠的人得到讨放，互痴迷的人得到看见，互受压迫的人进入主的喜年，免去一切债务，保守台湾伫红色的政权的压制甲的当头，互阮搁一遍较赢各种的恶势力，继续保全台湾的民主自由。
甲公义法治。我阮每一个人也受主要所基督的款式，较赢魔鬼各种的试探。只有敬拜独一真的上帝，敢若服侍主若定。主啊，阮要为着香港的局势甲香港人来祈祷。虽望你讲，遐个未害死灵魂的，阮无力赢因。毋过，当阮看见侪香港人对10几岁囡仔到80几岁的老大人，拢无分别，受到暴力、残酷的打压，受掠、失去自由，受害、丧失性命。阮心中迄款的毋甘，阮会惊戆影，阮无法度平静来看待即款的代志。伫即个紧急的时阵，阮若点点黄面，无出声，对抗即款的恶势力。以后若阮百姓拄着即款的错误的时，歹讨会当期待得到公平的对待。主啊，求你怜悯香港的百姓，减轻因的担，互因较赢一切暴力甲压迫。主啊，当阮面对即个人类历史未捌看见的撒旦的恶势力，阮明白这是一个属灵的斗争。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紧紧找正天使来看赢这个征战，带阮到永远换命的水泉，擦去阮众人艰苦祈祷的目屎。主啊，愿你紧来，互阮看见新的天、新的地。上帝，你亲自来掌权，无搁有死实哀伤，无搁有嗷叫痛疼，旧的代志拢总过去。愿主上帝你的光照阮，到代代无尽。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三甲来祈祷。咱做来启用启文第12篇，圣诗后面第18页，启文第12篇诗篇46篇。上帝是阮得闪的所在甲快乐，所以对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洪浩野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异邦哗哗号。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正说，到伫地极。十长枪。
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请咱搁继续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起立来吟。请坐。赞美咱要请本堂圣乐队，因要吟的诗是着来学乐主。我
这是咱做伙来献开圣经，来听上帝的话。今早起的圣经节伫创世纪第32章第22节到32节。创世纪第32章22节。迄暝雅各起来，带伊两个某、两个妾，甲11个囝，搬过雅博河。因搬过了，就将一切拢送过迄条河。甲伊一个老弟后面，有一个人来甲雅各相演，一直演到天不光的时，迄个人看见家己无法度较赢雅各，就伫伊的大腿骨拍一个，大腿就突轮。迄个人讲：天不光，放我走啊！雅各回答：你若无甲我祝福，我就无放你走。迄个人问：你叫什么名？伊回答：雅各。迄个人回答伊讲：对打了，你无搁叫做雅各，你甲上帝、甲人相演，你拢赢，所以你的名要改做以色列。雅各问：请你甲我讲，你叫什么名？迄个人回答：为什么要问我的名？讲即个话了，就甲雅各祝福。雅各讲：我面对面见了上帝，犹原活着。对迄时，伊叫迄个所在叫做便以利。雅各离开便以利的时，太阳出来，因为伊大腿突轮，伊摆脚行路，一直到现在，以色列的后代拢无搁食大腿的筋，因为雅各大腿骨的筋去用来拍伤了。现在起的信息是最牧师所要传讲圣经人物系列的14讲，雅各的第3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大家有经历上帝的经验，咱有伫咱生命的路程中间去拄着上帝，甲伊接触，感受着伊的恩典、伊的能力，甲咱三甲地的迄款的经验。我常常咧想讲，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咱会当经历着上帝，会当经历着耶稣。大概是咱生命中间上较宝贵的代志，所以今仔日咱就要透过这段经文，做伙来思考，即个安怎去经历上帝，经历上帝有啥物款的改变？因为今仔记载的是雅各经历上帝一段故事，咱要做伙来思考这个主题，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即个时刻伫你的面前安静，互阮来听你的话，去思考你要对阮讲的事，也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去经历你的恩典。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连续第3礼拜来看雅各的故事，咱搁来复习一遍雅各的代志。伊伫出世的时阵，伊就掠掉伊大兄的骹，所以伊被称作雅各，因为即个雅各的意思就是讲掠掉迄个骹尾，掠掉迄个骹后顶，即个意思。后来伊大汉了，伊阁用一个红豆汤去换以扫，伊的大兄大囝的名分。后来到伊的老爸年老，特别临终进前。伊佮甲伊的老母做伙联合去骗伊的老爸，互伊老爸伫临终进前来祝福。因为安尼得罪伊的大兄以扫，所以以扫决定要来捆住伊，要来杀伊。所以伊不得不离开伊的家乡，去投靠伊的阿舅拉班。伫伊对伊的故乡伊的阿舅的厝拉班即个所在行的过程中间。逃亡的路途中间，因为伊无安稳所徛起的所在，
当伊来到一个所在，有一暝，伊就搬一块石头做枕头，就伫遐困去。伫梦中，伊看见着有一个腿对地上通往天顶，而且伊阁看见着真侪即上帝的使者伫即个腿顶面安尼顶下安尼往来。然后上帝伫伊身躯边对伊讲话，伊对伊讲：“我是上帝，你的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现在我要将你倒伫即个地，收赐互你甲你的后代。”上帝过来应允讲：“我绝对袂离开你，我一定实行我对你的应允。”雅各就伫这时阵拄醒起来，伊讲：“哇，这个所在遐尼通敬畏，这一定是上帝的厝，是通往天顶的门户。”所以伊就做一件代志，伊将伊倒伫迄个石头，来徛起来，立做一个纪念碑，然后伫石顶燃油献祭献互上帝。然后在迄个所在来称作伯特利啦，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家。然后伊对上帝做一个祈祷，下愿讲：如果上帝啊，如果你若甲我三甲之地，伫路程中间保护我，收拾我穿，收拾我食，然后互我平安的当回到我的故乡，安尼你就是我的上帝。我今日立即个纪念碑，即个石头，即个所在要诚做敬拜你的圣所。然后我要将你赏赐我一切的1/10，拢回应互你，献互你。这是雅各第一遍去拄着上帝，伫伯特利的所在。后来雅各继续头前的路，伊来到伊阿舅拉班的厝，伫遐住落来。这就是咱顶礼拜所讲的经文。伊伫伊阿舅的厝生活总共20天。咱顶回有讲到，伊为着伊所爱的拉结替伊的阿舅工作14天嘛。了后，伊阁为着伊家己产业，阁拍拼6天。但是这个过程中间伊受尽阿舅的欺骗。圣经中间讲，伊阿舅10遍来改工资，那照今仔是违反劳基法的10遍改工资，所以伊咧骗人一世人拢咧骗人，嘛叫因阿舅骗。但是伫即个过程中间伊的人生有真大的改变。咱看伊独身一个人，对伊的故乡走去拉班的厝，然后即个时阵已经诚做别人的丈夫，诚做11个囡仔的老爸。最后，伊决定回去故乡，面对伊的大兄以扫。但是伫回去故乡之前雅各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伊一定爱想讲，我一定爱做准备，我即摆要回去我的故乡若万一我的大兄，佮继续咧怨恨我，若要甲我报复，安尼我就真凄惨。所以就将伊的所有的财产家产分做2堆。伊想讲若一堆去抢去另外一堆会当安全这真有生理头脑啦这就是咱今仔咧讲无将所有的技能拢放一个篮来分做2堆伊阁分做几队人马行伫头前早真侪礼物要送互伊哥哥以扫伊想讲这礼物检查会当消除以扫的怨恨的心意所以一切拢安排好啊，因就出发来到一个雅博河的渡头，然后咱来理解来讲，伊等于渡过这条河，伊就会当甲伊的大兄见面。接续就是今仔咱所读的经文。咱所读的经文中间这是雅各一个真特殊的经验，伊去经历着上帝。咱看这段经文的一开始讲，迄一天暗时，雅各起来，咱的周报顶面迄创世纪是32章，咪33章，咱大家解一下讲迄一天暗时，雅各起来，来请教兄弟姊妹，你半暝起来，什么情况你会起来？有个人起来变数但是通常咱来理解来讲，一个人半暝困袂去起来当然有真侪无可能无共的可能性，但是即暝咱能想象迄个雅各，
伊内心大概充满了困扰，有真侪烦恼的代志伫伊心中，所以困袂去，因为伊必须要面对20当前伊所惊吓的问题。伊20当前是惊到对伊的家乡逃走呢。伊现在要去面对伊的哥哥以扫的时阵，伊想讲：我的哥哥敢会去怨恨20当前的记掉这仇恨记遐尼久，所以敢会照20当前所讲的要杀伊，所以忧愁到半暝困袂起来。伊毋是干那爬袂家人爬开尔吼，伊阁将伊的某、伊的囝、伊的女婢拢叫起来，然后升送因过河，将因升送因过河了，伊家己来到即个雅博河的渡头，只剩伊一个人，徛踮伫雅博河的渡头，伊心中承担真侪重担。无人知影，只有伊家一个人知影。但是这是伊心灵多好会当，将所有的人拢赶走伊，无人叫了伊的时刻，伊单独去面对上帝，经历上帝，这是一个上界好的时刻。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时受到这世事伤侪搅了，咱真少时间去单独面对上帝。但是咱看见着，因为雅各这单独面对上帝，所以去拄着上帝。而且咱来理解一点，伫平顺的时刻有真侪人真容易袂记起上帝，反倒当是伫忧愁、痛苦、艰难的，将这代志将咱带到上帝的面前去经历上帝。牧师几若遍提醒大家。咱人生中间会拄到真侪代志，无论是喜乐还是悲伤，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这所有的代志拢有可能会当成做咱的救助，嘛有可能会当成做咱的祝福。咱若拄到一件好代志，咱感谢上帝，这好代志将咱带往上帝面前，这是祝福。但是你若拄到好的代志，你得意忘形，袂记起上帝，这好代志就变做你的救助。倒边来看，如果你若拄到一件困难，拄到一个艰苦，这件代志互你离开上帝，安尼这个代志就是你的救助。但是有可能拄到困难艰苦的时阵，互你更较牵跳伫上帝，这件代志就变做你的祝福。所以雅各伫这个人生真重要这个时刻，伊要面对20当来藏伫伊心肝底这个石头。伊毋知影要面对的时阵，这拄好是伊亲近上帝、经历上帝上介好的一个时刻。咱接续来看，当雅各咧要求安怎去面对以扫的时阵，但是实际上伊真正应该爱面对的是上帝，因为检测伊的大兄会当原谅伊，会当袂记即过去的冤仇，但是真正会当改变伊命运的。改变伊的性格，只有上帝。其实伊今仔会拄到这款的情形，完全是伊的性格所造成的。会通改变伊性格，毋是伊的大兄，是上帝。所以这个时刻咱看见着，圣经记载讲，有一个人来甲雅各相演，两个人一直拍到天要光的时阵，当然咱会当对后壁的经文来看，讲这人。检测是指上帝，所以这段经文是咧讲雅各这个时刻，伊甲上帝咧相演。雅各伫经历上帝的过程中间是甲上帝咧相演。牧师感觉这个相演有真深的属灵的意涵。咱在两个人要相演咱大家有看过迄个摔跤还是讲角力就是一个人出力要来另外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若出力。要来杀，两个人伫遐游来游去，这华语叫做拉扯，所以这段经文是指上帝甲雅各咧拉扯，其实咱等会当理解是讲，雅各是咧甲伊旧的一个伊的咧拉扯，上帝透过这个小演咧调整雅各的生命，互伊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亲爱兄弟姊妹，咱来
明白一点吼，当然经历上帝的经验是非常美好，但是往往经历上帝是一种内心真大的征战，那亲像咧小燕同款，因为上帝咧调整咱，咧更新咱，伫调整更新的过程中间，可能你爱挣扎，你爱艰苦，因为上帝要将咱生命中间无好的部分除去，啊，这种对咱软弱的人来讲是一种真艰苦的代志。你我的生命敢有相款的经历？亲像行到迄个雅博河的渡头，去拄着上帝，上帝咧调整咱。事实上，我过来便分享我的信仰的历程，大家应该清楚。对做真重要决定的时阵，迄内心的挣扎是非常的艰苦。比如我牧师过去捌大家分享讲，我大学毕业了，要去大专中心服侍，后来要去新航医读册。每个重要的时刻，拢是我心中非常挣扎的时刻。到底是要选择我家己的家庭？我是单亲家庭出世的，我出生呢，我的老母请养阮3个囡仔大汉。我到底是要照顾我的家庭，还是要遵守上帝的心意？迄心中咧挣扎，我到底是要看顾家己的需要，还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迄心中拢需要真侪挣扎。咱是用雅各伫迄雅博的渡头顶面经历上帝同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有即款的经验吼，牧师要鼓励你，你要放手，互上帝去调整你，因为你若愿意互上帝去调整你，结果一定是大的祝福。咱来看雅各伊安怎得到上帝的祝福。雅各甲迄个人，就是甲上帝相应了后，圣经中讲迄个人对伊讲天要光啊，互我走吧。雅各讲：你若无祝福我，我就无要放你走。雅各是一个真敖掠着机会，真会晓爱祝福的人。而且这个人毋是普通人，所以伊一定爱对伊讨祝福。迄个人就问讲：你名叫啥？所以上帝是伫一个真适当的机会去讲适当的话。伊问雅各讲：你叫啥物名？雅各讲：我叫做雅各。顶回牧师有同大家讲过，雅各意思是讲掠条啥物？掠条骹后顶嘛，掠条这骹尾。咱看到伊世人拢咧掠嘛，伊咧掠大囝的名分，掠伊的地位，掠钱财，要掠老爸的祝福，一世人拢咧掠。所以讲，我叫雅各，意思是讲我一世人，我过去一世人，我拢咧追求我想要爱的物件。我是一个遐尼自私、遐尼软弱、遐尼败坏的人，因为我一世人拢要讨我要爱的物件。这个时刻伫雅博渡头这个时刻，雅各知影讲，我无可能够再靠我的quyền力用骗的去得到我的大兄的原谅，无可再家己当凭家己的quyền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伊讲，我叫雅各，迄个人对伊讲，今仔日你的名开始无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甲上帝、甲人，斗力拢得到胜利，这是一个祝福啦。其实写讲甲上帝、甲人斗力拢得到胜利，其实咱拢理解，雅各这个时刻是咧甲啥物人斗力？是咧甲伊本身，甲伊旧的伊咧斗力，而且圣经中间讲伊得胜。咱咧看得胜其实咱看两个人伫遐相演，也无讲啥物人输赢，只是迄人无想要甲伊相演啦。最后雅各佫叫伊拍一个地伤。但圣经中间讲，伊甲上帝、甲人斗力拢得胜。其实这是安那？这是上帝故意互伊赢的。咱中间有人做老爸咱细汉时拢咱囡仔细汉的时阵拢捌甲伊佚佗嘛，咱拢嘛让伊。互伊赢嘛，互伊有一个自信嘛，互伊对这个比赛中间会当得到自信嘛。像我不时甲阮囡仔佚佗，拢嘛伊赢，
啊，有一天伊若做老爸，伊就知影伊拢会输因囝。所以上帝故意互雅各去体验迄个赢的滋味。啊，其实是帮助伊对迄个旧的自我，看赢旧的自我，迄个自私、迄个搞欺骗的雅各，已经被现在即个以色列打败啊，所以已经得胜啊。而且咱继续来看，咱拢知影，当上帝祝福雅各了，伊面对的困难有改变，无嘛？伊嘛是爱去面对伊的大兄，困境、环境拢无改变，改变是啥物人？改变是雅各伊家己嘛。所以伊开始有勇气，开始明白，伊要来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伊阿兄，才能得到伊阿兄的赦免。虽然看起着头起迄个干巧的雅各吼，啥物别人拢囥头前啦，吼，因某因囝拢徛伫伊头前，对，伊头伫后壁面吼，安尼要了之大吉较紧，吼。但是这个事情吼无共款啦，伊行去上头前，家己去面对伊大兄，伊看到伊大兄，马上跪伫涂骹拜7遍，但是大兄会失礼，佮送伊大兄真济礼物。结果咱看起着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两个兄弟佮互相和好，以扫大量宽赦雅各，而且佮来迎子，佮来揽咧，佮来亲。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起着即个代志的改变。咱每一样伫经历上帝了，拢会带来极大的改变。迄是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祝福，上界大的改变，就是经历上帝上界大的改变，是咱自我旧的咱得到反转，得到调整，得到更新。雅各已经对一个掠掉所有物件的人，伊学习放手，伊成做一个得胜的人。这是咱生命中间爱去学习的。最后，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倒一个所在是咱的雅博的渡头？咱看见着这段经文安尼讲，当日头出来的时阵，雅各要离开雅博渡头的时阵，伊身躯顶有加2个记号。一个记号是伊身躯顶有一个新的伤痕，互伊一摆一摆行动无方便。另外一个是伊得到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对雅各改名成做以色列。雅各嘛，互这个雅博渡头一个新的名，叫做便以利啊，吼，华语叫做毗努伊勒，吼，意思是讲，我面对上帝，我的生命永远得到保全。咱对这段经文中间来思考3项真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咱看见到雅各伊的信仰的改变，伊信仰的成长。咱拄则有讲过，伊第一遍拄着上帝是伫咧必得利嘛，必得利拄着上帝时，伊敬畏上帝，伊知影这是一个超越伊能力，会当带互伊祝福的上帝。但是伊的信仰是真浅的哦。伊迄阵做一个祈祷，牧师拄则有讲过嘛。伊阵做啥物祈祷？讲上帝，你若保护我，互我有食，互我有穿，吼，啊，保护我会当安全回去到我的故乡，安尼啊，我着回应你嘛，我着来叫做上帝，啊，我着奉献你所予我的1/10互你。这是条件换取的一种信仰。哦，真侪人当来信主的时嘛是会安尼。上帝，你若对我较好诶，啊，我着敬拜你，我着将你当作我的上帝。啊，但是另外一个意思是讲，啊，你若对我无好吼，安尼我着爱考虑一下。这是真浅的信仰，但是这个时刻，伊信仰成长，因为伊明白上帝是伫逼着你，但是伊经历上帝是伫雅博的渡头，伊信仰改变啊，伊知影伊愿意过一种新的生命，去面对伊人生的痛苦，而且是上帝予伊的智慧甲气力，予伊去面对伊的困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完全2种无同款的信仰态度。咱毋通互咱的信仰一直停留伫
交换性的，上帝你互我，你若安怎，我就安怎，毋通停留伫遮，咱来进步，不断进步，互咱去体验着迄种经历上帝所带来大的快乐。这是第一项咱要学习的。第二项，咱讲伊伫即个雅博渡头的经历吼，互伊两个记号嘛。其中第一个记号是你得一个上魂。其实这个上魂是代表某一个程度是代表家己的艰苦，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代表上帝的恩典。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过去捌破病，爱去病院开刀，开刀了，咱的身躯就有一个伤魂嘛。这个伤魂可能慢慢恢复，但是可能永远拢有一个分裂伫遐。那是无需要来讲，当你看到家己身躯顶迄个分裂的时阵，你敢会当去感受着讲，因为我过去捌一摆破病，所以真济医生、真济护理人员来帮助我，搁伫上帝的帮助，搁伫真济教会兄弟姊妹替我祈祷，互我对这个病痛中间来恢复。虽然即摆搁留一个记号，但是这个记号敢是一种祝福的记号，敢是一种稳定的记号。可能咱身躯顶无任何的伤痕，但是咱的心肝中间总是捌经历过上帝迄种体验嘛。可能是一个伤痕，但这个伤痕成做一个记号，是上帝伫你生命中间放落一种稳定较赢过挑战的一种祝福的记号。如果咱身躯顶拢无任何稳定，咱就感觉讲咱生命平淡无味，无啥物问题。但是当咱身躯顶出现一个记号的时阵，代表讲咱领受的丰盛超越过生命中间的挑战。你亲爱兄弟姊妹，伤痕变成一种祝福的记号，因为上帝伫即个经历伊的过程中间，赏赐加倍快乐互咱。而且即款的记号，咱看见着雅各的记号，对即代传到伊的后代，一直传到伊的一代一代搁传落去。因拢咧讲一个故事，因的先祖伫上帝恩典下面，生命完全改变。兄弟姊妹，看见伤痕就看见恩典，这是第二项咱来学习的。第三项，咱看见着雅各的第二个记号，就是伊得到一个新的名。以色列这个名是代表新生命的开始。我毋知你敢有即款属灵的经验，带互你新的意义。当然，咱无需要每一样拢做改名但是咱拢爱有新生命的展现，将旧的、老的、无好的、软弱的家己，变成做新的、有能力的、有愿望的、坚强的新自我。透过记杀这老的，来享受新生命所带来的喜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的雅博渡头伫倒落？你敢愿意常常一个人单独去面对主、亲近主，享受主同在极大的祝福？当咱更较深去认捌主，更较深去拄着主，被主摸着了，我相信你的属灵生命会开始成长，咱的性格也会被改变、被认证。透过咱更较深的经历上帝，咱的生命就充满丰盛的稳定。检测咱中间有一寡人，拄好行到咱人生的雅博渡头，但是迄个所在要变做变异哩，要变做比如伊了，成做咱生命中间一种新祝福的开始。无需要替这个人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闭起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互阮人生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经历，互阮伫喜乐的时去享受你的恩典，也是伫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阵，就是行到阮人生的雅博渡头的时刻，
我要甲你面对面，互即个所在诚做便意你，诚做阮领受恩典的一个开始。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伫人生中间的每一件事拢去体验你的恩典。检测有伤痕，但是是祝福的记号。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即时做过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伫新圣诗的1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伫周报的第4页，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咱起立做来吟。咱煞接要来进行奉献，伫还未奉献的大声，咱在座若有第一遍来到上林教会，还未填迄个来宾留名卡的，请你让这个时间来填好势，那交我收奉献的结束，咱做伙来奉献。
咱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亲爱的主耶稣，阮即时三甲用阮淡薄的金钱来献伫你的面前，愿阮的奉献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座位前，求主来感纳祝福，互阮的奉献诚做世间人的祝福。阮恳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煞接来报告。本主日是教会所定的感恩节的主日，愿咱时时来孝顺主的恩典，逐日来分享主的慈悲，通过咱的奉献甲参与，来支持教会所有的福音的事工。第二项感恩节的音乐发表会，伫本主日下晡12:40要开始。内容有伫头前这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儿童主日学的直笛班、节奏班的表演，相连幼稚园小豆雅士班的演唱，有男声合唱团、儿童合唱团的演唱。有管风琴的演奏，嘛有一个小小西罗亚的演奏，请咱兄弟做伙来欣赏，来支持这款的音乐的活动甲事工，来鼓励因，互因会当伫未来一年因的事奉会当诚做更较水。礼物献伫上帝面前，集体关怀本会会友葛运通兄弟，伊伫11月15安孝主怀，定伫12月初2后礼拜一上午10点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永楼2楼至善一厅举行入殓的个别礼拜，愿兄弟关心大道来参加。愿上帝安慰为主。第4点，敬老旅游伫11月26、27，即个拜2到拜3，请有报名的长者伫26号早起7点，爱伫教会1楼准时集合。有准备早顿，所以请在时段较早到。要去台南安平等的所在。地方圣诞福音大会伫12月14礼拜六下晡点半到3:45，伫咱10楼礼拜堂甲国教室。主题是因为软者，所以勇敢。内容有生命见证分享，有艺人小马，会后有分组，有地点。第6点。今年度奉献的目标到现在为止，咱的目标是3590万，到11月18的奉献总额是2178万，所以达成率只有61%。请大家伫这个年终的时，会当尽所有来奉献。请咱看第7页。牛埔庄讲义所伫12月初8礼拜日的下晡12:50，
有请吴家龙教授来演讲，专题是大国博弈下台湾的命运。吴家龙教授是知名的经济学博士，因为迄日要准备中昼顿，为着要方便统计，请若要报名参加的，爱将你的人数来报互恁团契，也是小组的负责的同工，到后礼拜日截止吼。继续要请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大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才有一位这个蔡瑞坤兄弟。唔知坐伫倒了，蔡瑞坤伫遮后壁遮哈，欢迎欢迎。其他咱到第一遍来咱中间礼拜无介绍着。咱欢迎这新朋友，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这个牧师特别甲大家提醒，就是讲咱伫这个大港这期开始都有真侪只的活动咧进行请咱大家。咱即摆若要坐电梯进前，咱看咱咧壁顶面拢有打真清楚的咱的这活动咱拢选择适当的活动来邀请咱的朋友来做伙来庆祝圣诞，而且特别是未信者的兄弟会当介绍因来认捌上帝，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活典的节期请大家会当把握这个时间做伙来参与，也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咱这个时阵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伫欢喜听候你降生的过程中间，主求你帮助阮，更较明白你交代阮的使命，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互较侪人得到恩典、福气，也当透过阮所推动的逐项事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特别将阮中间有身体病痛、心神忧伤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了恩典，帮助因经过这困难，体验上帝恩典较大。恳求主你赐福保守阮今仔日的新朋友，蔡瑞坤兄弟。求主你甲伊三甲之地，帮助伊更较认捌你，来信靠你，也领受你大的祝福。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拢平平领受你大的恩典。愿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做来吟上言圣诗第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密道谢阮将受差遣。